好啦，繼續咧睇樓啊，跟住我 Nelson 嚟到呢個日本東京睇樓。而家喺呢個咧就係練馬區啊，宇澤二丁目嘅一個位置啊。最近一個地站咧就新英台站啊，行路過去咧3分鐘。呢條係咩線呢？就係西武有樂町線啊，去翻我哋啊呢個新宿啊池袋咧都非常之方便嘅。你用呢個日本嘅地鐵網絡呢，7分鐘可以去到池袋，14分鐘可以去到新宿，19分鐘就去到涉谷，甚至乎去東京銀座有樂町嗰邊呢，都只需要20零分鐘嘅啫。喺呢度行3分鐘呢，就會行到最近嘅西武有樂町線嘅新英台站啊。咁行多2步呢，行10分鐘就去到西武池袋線嘅江古田站，行11分鐘就去到有樂町線富都心線嘅小竹向原站啊。出行方面呢，可以話非常之方便嘅。嗱，見到而家呢棟建築呢，2層樓高嘅，係啦，成座啊，係1樓加2樓啊，知唔知買幾多錢啊？3400萬 yen 咋，大佬，為起幾多錢？為起100幾萬人民幣嘅咋，咁啊回報呢去到6厘嘅，係啦，回報去6厘嘅，咁佢呢分咗呢就係上下2層嘅，分咗上下2層。嗱，佢下層咧就做咗2間洋室嘅，咁上層咧就做咗2間和室，咁呢4間房咧都係套房，有齊廚房啦、獨立洗手間啦，同埋衣櫃位置嘅，平均每間租金咧都去到4萬幾蚊噶啦，即係1個月咧收租可以收到成17萬 yen 嘅，1年嚟計咧就超過200萬 yen，回報咧係超過6厘以上嘅，係超過6厘以上嘅。總價咧講緊就係咧3400萬日元嘅啫，3400萬 yen。為喺人民幣咧講緊咧就係170萬左右嘅啫，所以咧唔好以為咧日本啲樓好貴啊，100零萬就可以買到咧成棟建築啦。OK，咁我哋咧就轉頭再下一站，轉頭再見。